Hello，小朋友，又係 Vicky 老師同你哋一齊讀聖經喎。喺開始之前，我想小朋友諗一諗，如果你需要受到保護嘅時候，你覺得可以點樣呢？你覺得我應該揾個好有能力嘅，好似 Mr. Incredible 嘅超人咁樣，佢就可以保護我啦？定係我要好似烏龜咁？匿埋喺自己個殼度，令我感到好安全，咁我就受到保護啦。你鍾意邊個？你會揀邊個咧？問你呢個問題，係因為我哋今日嘅經文咧，同咧保護有關嘅。我哋睇經文之前，我哋一齊祈禱啊，同埋使咪擘眼咯噃。真係天父，好多謝你畀我哋今個星期可以坐低去讀聖經。我哋咧好處咧一陣嘅經文會有好得意嘅關於保護嘅，求你咧去畀我哋能夠明白今日嘅經文，亦都咧通過讀完經文之後嘅小故事，我哋可以了解更加多你想我哋學習嘅係乜嘢嘢。謝謝你聽我嘅祈禱，亦都謝謝你用每一個嘅機會去教導我、保護我。禱告係奉主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好，我哋一齊睇下今日嘅經文喺邊先。喺詩篇第91篇喎，有一個題目叫做神是我們的保護者。準備好，我哋一齊讀啊！詩篇91篇，神是我們的保護者，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我要向耶和華說，我的避難所，我的山寨，我的神，你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脫離捕鳥者的羅網和毀滅人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他的信實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黑夜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災害。雖有千人扶倒在你旁邊，萬人扶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你為親眼觀看，見惡人遭報。因為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以至高者為居所，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因他要為你命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他們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你要踐踏獅子和毒蛇，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因為他專心愛我，我要搭救他；因為他認識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我要使他享足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哇！我哋由詩篇第91篇第一節到第幾多節啊？15節啊，好似好長咁喎，係咪讀完都唔知佢講乜啊？我哋咧一齊睇下小故事，可唔可以幫到我哋了解今日嘅經文啊？咁嘅小故事都有個題目㗎，叫我們的避難所喎。人物有韋章同佢爸爸。韋章講啦，爹哋，你知唔知啊？國王企鵝爸爸可以企直直企好幾個月㗎。
其實咧，唔係因為佢鍾意罰企啊，而係咧佢為咗平衡佢兩個之間嘅一粒企鵝蛋啊。偉章爸爸就開始諗下，假如自己兩隻腳之間有一隻好大嘅企鵝蛋，究竟係點嘅樣呢？偉章繼續話咯喎。企鵝爸爸係用佢嘅身體嘅溫度同埋佢嘅羽毛嚟令到企鵝蛋呢唔會凍親㗎。喺嗰幾個月啊，企鵝爸爸乜都唔做㗎，就係企喺度保護隻蛋。佢甚至連嘢食都唔食㗎。爸爸聽到嚇咗一跳啊！幾個月唔食嘢唔飲嘢，呢個諗法已經令佢開始覺得肚餓啦。爸爸就話啦：我哋而家可以食啲咩點心啊？維章呢，於是就將朱古力餅乾擺落個盤度，再畀爸爸啦。爸爸馬上食餅乾啊，咔嚓咔嚓咔嚓，好好味咁啊！而維章呢，繼續睇住佢嗰本動物小百科，企鵝國王企鵝爸爸嗰一頁啊。睇完啦，維章就將本書放低，講啦：國王企鵝好神奇啊！喺南極洲嘅冬季，嗰度嘅天氣會凍到攝氏零下30度啊！所以咧，企鵝爸爸先要好小心咁保護企鵝蛋，令佢唔好凍親啊！爸爸就話啦。偉章，你知唔知啊？我諗起啊，有另外一位一樣好細心保護孩子嘅爸爸。偉章就笑啦，嘻，你唔係想話畀我知你都一直保護我啊？偉章爸爸就話：我梗係都會保護你啦，但係我諗嘅嗰一位唔係我喎。我諗到係上帝啊，我哋嘅天父爸爸啊。詩篇91篇第二節有講㗎，上帝係我哋嘅避難所，係我哋嘅保障，佢關心我哋，會保護我哋遠離生命中嘅危險，就好似國王企鵝爸爸咁關心同埋保護佢嘅企鵝蛋咁啊！上帝保護我，你都係保護我，嘻嘻。但係邊個可以保護呢塊朱古力餅乾唔被食咗佢呢？維章好快咁拿起碟上面最後一塊餅乾，跑咗廚房啦。爸爸就話啦：塊餅乾我㗎，你唔好保護佢啊！爸爸就追住維章想攞返塊朱古力餅乾啦。聽完頭先嘅小故事，有冇令你記得多少少我哋頭先讀嘅經文詩篇91篇係講咩呢？我哋就記得上帝係我哋嘅避難所。我哋呢好多時都會將上帝嘅愛、上帝嘅關心、上帝嘅保護，好理所當然㗎。你可唔可以諗下今個星期上帝有點樣關心你、保護你，等你唔好受傷啊？你可以攞張紙、攞支筆寫低佢，或者畫低佢。我哋之後喺禱告中感謝天父啊，感謝佢嘅保護啊！我哋今日嘅金句就係好似小故事入邊為張爸爸讀嘅嗰一個咁樣啦，係詩篇91篇2節，我要向耶和華說，我的避難所，我的山寨，我的神，你是我所依靠的。我哋再讀多次。
詩篇91篇2節，我要向耶和華說，我的避難所，我的山寨，我的神，你是我所倚靠的。呢度嘅我真係你同埋我啊！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好似寫詩篇嘅大衛咁樣，要同耶和華講說話啊！因為咧，天父爸爸係我哋嘅避難所，佢會保護我哋，我哋可以倚靠佢，可以好放心咁倚靠佢嘅。好，我哋咧一齊有祈禱啊！假如咧你頭先有攞紙同筆寫低或者畫低呢個星期天父爸爸保護你嘅事情，你都可以擺落禱告入邊㗎。我哋嘅禱告係咧幫助我哋去記得天父爸爸一直都會關心我哋，去保護我哋，我哋要多謝佢。主啊，我哋多謝你關心我、保護我，無論我知唔知道嘅時候，你都咧讓到我咧可以平平安安、喜喜樂樂嘅。感謝你，我哋知道呢樣唔係必然㗎，求你繼續嘅去幫助我，讓我咧可以將你呢份嘅愛、你呢份嘅關心，讓到更多嘅人知道。禱告係奉主以得聖名字祈求，阿門。我哋下次再一齊讀聖經，拜拜。